百讲讲台语，台语讲百讲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甲大家紹介的主題是觀察動物講台語。那講到觀察大自然的生物啊，迄是真濟人攏愛的活動啊。咱若是假日啊去到山頂，攏會看到真濟人舉遐大炮咧翕照啊。所謂的大炮，就是像我後邊的圖安尼啊，迄是遠距離的鏡頭啊，大大粒、長長，專門咧用來翕照啊，是翕青的啦。另外，除了鳥仔以外，觀察蟲拖啊，就是華語講的昆蟲啊，這啊營隊嘛真濟哦。逐場的這種觀察蟲拖的營隊，攏真濟人咧參加啊。那安尼啊，觀察鳥啊，觀察蟲拖，會用到什麼款的台語對話咧？今仔日的百講講台語啊，咱就要來和觀眾朋友做伙來分享。迄鳥啊，一般會較驚人。那遠遠看到人接近，就會飛去。所以啊，咱佇咧觀察鳥仔時，就遠遠甲看就好啊。啊，若是毋知影佇外面看到的是啥物款鳥仔，咱等去厝以後要去問別人，安尼啊，咱就愛描述伊的外形，互別人聽。一般來講啊，咱咧描述的時，會當對伊是大細隻，伊的毛的色和外形較特別的所在來講。親像啊，咱若是講。伊細細隻，是啦是咖啡色的，頭殼頂啊有一撮白白的毛，你敢知影是啥物款鳥啊？也是講啊，伊無大隻，規隻烏烏，尾溜啊長長，有圓圓的鼻喙。安尼啊，對方聽到若捌的人，就會隨甲咱應講啊，哎呀，我知，安尼啊，阮當是白頭殼啊，也是講啊，迄隻阮當是烏鶖的啦。白頭殼啊，含烏鶖，就像我後面的圖安尼。啊，若是講到蟲拖啊，迄蟲較細隻，刷叮當的速度無像鳥仔較緊，咱較有機會甲摸、甲掠。總是啊，有的蟲有毒，有的蟲無。啊，有的啊會當掠起來耍，有的啊袂當哦。所以啊，咱若看到一尾蟲，一隻蟲，會當問人講啊，這是啥物蟲？這敢有毒？敢會甲人掠？甲人掠，就是講即尾蟲，即隻蟲有刺客性，摸到啊，互咱身軀會癢會紅的意思啊。啊，若是迄較大隻，掛起來較歹的蟲，咱嘛會當問人講啊，這敢會甲人咬？敢會當摸？安尼啊，咱就會當確認伊的安全性咯。蝮蟀，伊細細隻，是啦是咖啡色的。頭殼頂啊有一撮白白的毛，伊無大隻，規隻烏烏，尾溜長長，有圓圓的鼻喙。啊，我知，安尼阮當是啥物款鳥啊？這是啥物蟲？這敢有毒？敢會甲人掠？敢會甲人咬？敢會當摸？各位觀眾朋友啊，觀察自然講台語，得到新鮮嘅趣味哦。今仔日嘅百講講台語就講到這，感謝觀眾朋友嘅收看，咱後擺再會。謝謝媽媽。